彩凤起人。头摆，天底下生出来的东西，种开都是灰色的，青菜是灰色的，细虫的是灰色的，牛子也是灰色的。唉，菜呀贵片的灰灰的蔬菜，有一户人家，佢也就是讲中人，就是细阿妹的同家妈妈两姊妹。唔过也一步诶，做妈妈撒薄片咧。妈妈，食到的东西啦。唔过佢妈妈全无在到，嘛嘅就是唔落。像梦顶远远几片的山诶，细阿妹心肝上。冇听错，佢答嘅我有我妈妈上爱食的东西。佢经常紧准备爱出发去嘅。豆豆，细阿妹拿起3粒托马豆，想讲到路风就有好食。细阿妹离开屋下，半行半走，总算啊去到山脚下。长妹，有人睬我啊！有人睬我啊！夜时节，佢好点点的听到一阵笑声。细阿妹当上爱弟，因为有笑声，就跑到门巷的锁匙孔巷看出去。原来啊，是鬼太大的抢菜啦！哈，当像同菜园杜风总系几条抢菜冇共用呢？炒燒、白菜、紅蝦、檬菜，乜嘅？有菜葉、토마토。토마토呢？又咪冇토마토呢？细阿妹停定想到，我有，我有토마토，我有토마토，我有。你咪見啊？好。唔要토마토喎。嘅只藝用好冇呢？秋头夜时节，神奇的事情发生呢。也是细阿妹啊，头一摆看到眼都色。细阿妹啊，肯定也眼过太人，同托马多变到屋嘅杜风，沙丁又叽里咕噜，唔知都跟样物嘅。再过来啊，屋嘅杜风嘅水未变到冇共用呢。佢人同大屋嘅關起來，同工廠打開來。刷刷刷，天堂哥唔知嘅話有一撮橋誒。田勇，很希望我媽媽沒看得到。冇問題。佢人啊，看定一桶大馬桶，從天宮按到色嘅油漆，同細阿妹向下轉木下，圍到嘅風，佢清亮股四切，東西做清都冇共用嘅。木下嘅菜園未加動化啲嘅，唔係乜嘅都壞壞咯。細阿妹對菜園杜康集轉當多各種色嘅青菜，
煮青菜汤伴夾媽媽食，食嚟青菜湯夾媽媽嘅面色啊，加幾張幾好看呢！